剛才有個中山嘅粉絲送咗一個電動浮板過嚟，近排迷戀咗玩水，所以而家迫不及待咧就出發惠州去海邊40公里。而家北京時間5點鐘，過到去應該都係6點鐘左緊吧，有個零鐘可以玩。呢個嘢咧，聽佢講話好勁嘅，一個小朋友模式啦，有大人模式啦。動力我睇佢視頻眼界咧幾強勁嘅，就特別針對嗰啲唔識游水嘅小朋友，撳住佢就可以浮起身，然後就向前衝噶啦。聽講呢隻嘢咧就賣俾啲鬼佬嘅，咁我而家咧就過去試一試先，睇睇個效果如何。到時間咧就喺直播間安利俾大家。42公里，1個鐘到達，即係6點12分到達。出發！而家帶呢隻咧就叫做水上嘅滑板，開個機試一試先。聽講有3檔嘅，睇下會唔會沉船先。長岸開機嘅喺呢度，佢係撳住佢就可以飛噶啦。嚟柴油！動力還可以。呢一個嘢咧比較啱小朋友，我覺得。我哋男人享受咩？激情與速度㗎嘛。